同學仔，我哋而家玩一個專注力遊戲。首先，我哋將雙手放喺台面，好似樹葉曬太陽咁樣，然後將腳板貼地，吸入地下嘅靈氣。我哋幻想自己呼吸好似叉電咁樣，嚟做3次深呼吸。第一下吸氣，呼氣；第二下吸氣，呼氣；第三下吸氣，呼氣。我哋而家清空雜念，幻想前邊有一座山，有一條小河流，流住嘅係你連綿不絕嘅記憶力。所有資料都好容易明白，所有複雜嘅程式都好容易理解。心入邊諗住今次大概嘅溫習範圍有幾多本書同埋幾多本練習簿，諗下想達成嘅效果。譬如2個鐘裏邊讀完幾多頁，或者3個鐘頭後可以抽問識得幾多，然後吹一口氣，吹走所有懷疑同埋不確定性。心裏邊諗住今次一定好順利，心入邊諗住每一頁嘅知識同埋資料都可以有一個有效嘅連接，而且可以靈活咁樣運用。好啦，我哋舉高咗手講吸收知識，然後舉高右手講釋放緊張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可以開始溫書啦。